这几期啊？多少期？其实应该是3期。30不简单吗？31吧，是31。最近不算很多。啊？明天有好多手术啊。明天吧，明天有好多。大场面吗？啊？大场面。大场面。有啊。明天2台房子。对，明天2个大是吧？就后边这个时候加班开了，明天还有。那我下班了。该休息，该下班就得下班。明天。